Hello，大家好啊！歡迎大家收睇新股速遞啊！今日介紹嘅 IPO 叫做 Minimax 啊，上市編號係0100啊。公司方面咧就係一啲所謂全球化嘅 AI 大模型公司。當然啦，行業會係市場比較追捧嘅，不過都要留意基本因素市場嘅競爭等等，因為大模型其實都有好多嚇。12月31號開始招股，1月6號咧早上9點30分就截止認購嘅。上市日係1月9號啊，發行價格151至165啦，每手入場費3300蚊多啲啊，集資額就挨近42個億。睇翻行業咧，相對係中上啦不過集資額同埋發行價格都唔細噃我預期都有啲投機嘅空間喺度有興趣嘅大家認購啦。我係證監會持牌人，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